这个好像没有张力很多，好像是。前辈的可以吗？我先用这个好了。好。那因为相信谢谢刚刚主持人帮我做介绍。那我是毕业于中国医药大学中医跟西医双学位学士毕业的。那我服务于多个单位。那我同时之间也是中华民国妇科专科的会员，还有台湾儿科中医儿科暨青少年科医学会的会员。那我们之前有讨论过，就是冬季养生、夏季养生，还有提升免疫力相关的一个题目。那其实我今天之前在跟蔡校长讨论我们今天要定什么题目的时候，我们提到说，那我们可以讨论来看看失眠的问题。然后蔡校长就跟我说，对，睡眠很重要，这个部分大家很需要。其实不瞒大家说，我在临床上面处理大家失眠的问题，这也是站在我们治疗方面还蛮大众的意趣。那我们就来看一看，这是据2019年台湾睡眠医学会统计，就是说到底全台湾的人口目前有多少人有睡眠障碍的问题呢？那据统计下来，只10个台湾人当中就有1个人就有睡眠障碍的问题。其实这比例逐年不断在升高当中，可能是因为都市现代化，有一些大家压力的问题比较大，所以说这个数字不断在升高当中。那睡眠障碍会有哪些问题呢？第一个比较常见就是说它会入睡困难。什么是入睡困难？就是比如说当我们一起去睡觉的时候，你的枕边人几秒钟躺下去，几秒钟就睡着了。可是你还在翻来覆去，很难睡觉。那你可能这样翻一翻，就30分钟过去了，就是入睡困难的状况。那你好不容易睡着了，睡着以后却因为可能做梦啊，可能想上厕所啊，中间不断醒来，而且你醒来以后又不太容易再次入睡，这是第2个障碍表现。所以这样一晚下来，你的睡眠品质并不会很好嘛。那你隔天早上你睡了就跟没睡的感觉差不多，你就觉得醒来以后会有很沉重的疲累感，因为你一晚都没有修复。其实这3个项目，只要有其中一样连续3个月以上，它就已经达到慢性失眠的一个定义了。好，那我们怎么知道睡得好不好？好，这里是一个小问题问大家，因为这个问题，我相信大家应该知道答案。然后，因为我们按照惯例，以往我们都会送大家一个小茶包嘛。可是今天会有一点不一样，就是说我们等一下，会随机会抽查一些小问题，那我们会送不一样的奖品，然后那奖品是内力人心堂特别调制的一个安眠茶包。那其实这就是进入我们的问题，你要如何评估自己睡得好不好？大家都是如何评估的呢？好。要知道怎么样睡得好不好？我是一躺下很久，才能睡得到。所以有时候睡太久的时候，我那么久还没有睡着，我就只好吃那个安眠药，半颗，1颗我就把它吃一半，就吃半颗就很好睡。好 ，OK， 谢谢。对，没错，这位姐姐帮我回答到第1个项目，就是说，如果你入睡的状况很困难，超过30分钟以上，其实这就是第1个睡眠不好的一个状态。那我们可以给姐姐一个安眠茶包。那大家会如何评估？一觉30秒钟就睡着了，一觉到天亮不做梦的。那很好，那睡眠品质很好。那很好。好，对。那第2个的状况就是，如果你发现像刚刚，我们也可以给这位姐姐一个茶包，就是说我们有发现说，如果你睡眠啊，你躺着到入睡需要30分钟，
上的话，这就是睡眠不好的一个状态。第二个是说，谢谢。像刚刚那位姐姐也有提到，就是说我们中间她是一觉都没有醒来嘛，就一觉到天亮。如果说你中间只有醒来一次，而且那一次也很快入睡的话，那其实基本上你睡眠障碍不会有太大问题。可是如果你睡眠的时间醒来有超过1次以上，这个就是有问题。然后你醒来以后，你可以在20分钟内入睡，那也 OK。但是如果你又翻来覆去很难入睡，那这个也是睡眠障碍的一个问题。好，那另外一个评估的方法就是你去用一个公式去算，那它就是睡眠时间除以你躺床时间，这是什么意思？比如说我躺着睡觉，我躺床时间大概8个小时好了，可是我真正睡着只有4个小时。那上面的分子就是放4嘛，下面就是8，4除以8就大概是0.5，所以我大概只有50%而已，我没有达到85%。那这样就是不好的一个就可以评估你睡眠品质其实不太好，因为好的状况你要大于85%左右。好，那这也是门诊当中大家很常问我的一个问题，就是医生啊，我们年纪大本来就会睡眠比较不好啊，睡眠时间会比较少，这是正常的现象。可是这真的正常吗？我们来看，这是2017年，就是国人的睡眠普查，它是由台湾睡眠医学会去做的一个统计。那横轴的部分是年龄的区间，这是10几岁的一个族群，20几岁的族群，30几岁、40几岁、50几岁、60几岁的族群。那纵轴的部分就是你整体的睡眠时间。那我们就会发现啊，随着年纪比较大，真的有睡眠时间就比较少的一个状况。蓝色的部分就是你平日睡眠时间，假日的是红色的。所以你会看到说，就算我们已经年纪比较大，我们就算进入到假日的睡眠时间，其实我们大概只可以睡6个多小时，到顶多好的到7个小时而已。那这样真的是好的吗？其实不是，因为这是按照美国医学会去做统计，那这也是横轴的部分是你的年纪。纵轴也是你的睡眠时间，那我们今天要看的其实只要看这一区就好了。这一区就是成年，甚至到65岁以上，其实我们会发现你所需要的睡眠时间都需要7到9小时。那如果真的65岁以上，你都是需要7到8小时。也就是说，其实整体我们国人的睡眠时间，大家都只能够落在6到7小时，其实这是不太够的。但全球统计下来，真的有很少数的人，他每天只需要6个小时就够了。可是他占全球人口统计大概只有1%，也就是说，大多数的人其实都还是需要7个小时以上的睡眠。好，那我们就来探究为什么会失眠。那其实好，我们等一下它会有6个因素。第一个很常见就是社会心理的压力，这个其实，比如说我们现在桃园也是算是都市化的一个城市嘛，我们就会发现大家的工作压力呀、人际压力呀、家庭压力呀的一个状况比例不断的增多，那它会造成它也会比较难睡的一个状况。那第二个就是真的有发生心理健康的一个问题，比如说可能是忧郁症，或者是焦虑症，或者是躁郁症，也有可能会导致睡眠的问题。那这个是另外一个开放抢答的问题，就是说，大家觉得有哪些环境因素会造成你睡眠也会不好呢？请那边的姐姐帮我们回答。你觉得有哪项的环境因素会对睡眠品质不好？如果说我们是住在隔壁的人会吵的声音，就会影响你的睡眠品质的。吵我们没办法睡。对，很好，像噪音的一个问题，像最近
我们桃园捷运正在施工嘛，对不对？有些住在捷运附近的人就会发现那个噪音啊，也会影响到他睡眠。那这位姐姐，你觉得有哪些环境因素会造成睡眠不好呢？有心事，会想东想西，是，比如在想钱啊，不用嘛，不用想钱，就有心事，有时候想安排什么事啊，就会规划啊，就会想啊，就会睡不好。是，要不然就是喝咖啡这样子。哦，对，喝咖啡其实也是，但它会是等一下落在我们刺激物的部分。那心事的部分，它比较像是心理社会压力的部分。对，谢谢。那位姐姐，你觉得有哪些环境因素会造成睡眠不好？像我很会做梦是什么原因？这个很会做梦，这个可以等一下在讨论中医的部分可以去讨论这问题。那我继续帮大家完成，比如说我们刚刚环境因素有噪音嘛，对不对？那其实另外一个是说，如果你的卧室灯光太亮，也会造成睡眠不好。然后呢，还有卧室的温度太高，也会造成睡眠不好。还有最后一个工作，比如说工作需要轮班的人，他也是环境因素影响，比如说像护理师有小夜班、大夜班，空姐啊，飞机机师的部分，或者说便利商店的服务员需要轮大夜班、需要轮班的工作状态，都会打断他的睡眠周期。然后还有接下来是向大家介绍是生理因素，生理因素其实还蛮常见，有哪些？最常遇到的就像是频尿或者是夜尿的问题。那它会打断你睡眠的一个中间的一个周期。接下来也还蛮常遇到的就是身体的疼痛，有些人可能有坐骨神经问题，他就是躺平的时候，他就会坐骨神经会压迫到，就会觉得痛到下肢整晚就睡不着，或者是说寝具的状况并不是很好，你睡到一半你会腰酸背痛起来，这个也是疼痛的一个因素。那还有接下来我们也比较常见像更年期啊的状况，也会是生理因素的一个部分。好，下一个问题就是说药物也会造成失眠，哪些药物容易造成失眠？最常见就是气喘的病人他们使用的那个就气管扩张的一个药物，它会容易造成失眠的状况。还有一些比较少见的，就是说有一些少类的降血压药物，或者是说治疗过动症小孩的利他能，或者是说还有一个是你没有吃药状态，就是说你要戒除，你想要安眠药想要戒除掉，你会经历一个安眠药的戒断症候群，或者是酒精成瘾者想要戒酒的时候也会有酒精戒断症候群。那这些问题都会造成睡眠的问题会更难睡，那等一下我们会再细部讨论。最后一个就像刚刚有一位姐姐提到，就是说如果晚上喝浓茶的话，也会造成睡眠不好嘛。那其实这是因为里面含有咖啡因，所以说像如果太晚喝茶啊，或者是咖啡，甚至可乐，都会造成你睡眠品质会不太好。那另外一个，这个是什么？那个除了我们知道的咖啡以外，其实酒也会影响到你的睡眠哦。对，啤酒只要是含酒精类都会影响到你的睡眠。那这就会带到整间的迷思。也有病人会跟我说，哦，医生，我有一个方式可以让我很好睡，就是我睡前的时候喝一大瓶的 whisky， 我就会很好睡。可是那个是真的是让你睡眠品质好吗？并不是哦。我们来看为什么酒精为什么会让你睡眠品质降低？因为其实我们睡眠周期当中，我们有浅眠期，也有深眠期嘛。那深眠期也就是我们的快速动眼期，这段期间其实你多少都会做梦。那一整晚的睡眠当中，其实这个会一直不断的反复的循环。可是酒精它就是会抑制到你睡眠阶段的快速动眼期。你这个阶段你被抑制，你就很容易在这中间会容易醒来。所以喝酒如果喝太多，其实你会发现你半夜的时候会容易醒来的一个状况。
第二个，酒精也有利尿的状况，所以说你半夜醒来，你也有可能会因为你很想上厕所，那它会造成你夜尿的问题。然后接下来还有一个叫做睡眠呼吸中止症，大家有听过这个名词吗？知道，对，就是打呼。为什么会打呼？因为其实如果我们不是每个人啊，就是有些比较肥胖的状况，其实会造成你的后颚跟你的舌头会比较肥大。那我们在躺着的时候啊，因为地心引力影响，所以那个舌头后面的根部跟你的后颚其实就会往下垂。那当它压迫到你的气道的时候，你就会有一个打呼的状况出现。那酒精会让这部分的肌肉组织会更放松，所以它压迫气道的状况会比较更明显一点，所以会容易让睡眠呼吸中止症更容易发生。那最后一个是说，酒精它会造成胃食道逆流，就是肠胃的比较不舒服，或者是说呼吸道的分泌物会比较多。那这状况有可能会让你在睡眠当中就开始发生反应，就会不舒服而醒来。所以酒精其实不会让你睡眠品质更好哦，它只是一个假性的状况，让你好像昏昏欲睡，可是你整体的睡眠品质并不是很好的。好，那长期失眠会对身体造成什么影响呢？大家觉得，如果你长期睡眠不好，会对你的身体有什么影响？精神不好，白天精神。对，白天精神不好嘛，因为大脑没有得到好修复。还有其他的答案吗？好，那我们就一起继续看。好，没关系，好，我们有4个部分会影响到哪4个部分？第一个就像刚刚姐姐说的，它对大脑的影响是什么？就是其实你在经过一晚的睡眠，我们脑袋整体都会得到修复。其中一个，如果你睡眠的品质在中间不好的话，我们大脑有一个部分是前额叶，前额叶的部分它会跟你的情绪啊，会占很大的一个相关的连接。如果你经过一个晚上的睡眠品质都不是很好的状态，你前额叶没有得到一个好的修复，你其实会比较容易造成会有易怒，或者是焦虑，甚至到忧郁的一个状况。那这是对情绪的部分影响。第二个就是对那个大脑的品质，比如说刚刚姐姐有提到，就说，我就会发现我的思绪不是很清楚，我在记东西的时候没办法很好，因为你整体专注力就是下降，你反应度就是降低。那最后一个其实会比较需要大家严谨关注一点，就是说，其实失眠跟阿兹海默症，就是老人失智症当中是有不断恶性循环的关系。我们刚刚有提到说，睡眠会让你大脑得到修复嘛，对不对？因为你在睡眠这一整个晚上，你大脑有一个胶淋巴系统，它会帮你清除脑袋的，就是里面的有毒废物。可是如果你这一晚你没有好的休息，你的胶淋巴系统它是没有办法有效把这些废物代谢掉，也就是说它会造成一个叫做贝塔类蛋白，它会不断的堆积。那贝塔类蛋白它跟阿兹海默症当中，就是如果你这个蛋白质贝塔类蛋白它不断的增多，会更容易导致阿兹海默症的发生。所以我们也有研究去发现，如果有老人失智症的患者，其实他们睡眠品质不是很好。那睡眠品质不好的人，他们贝塔类蛋白又不断的增加，那这2个之间只是不断的恶性循环。那这里就是下面2篇就是附注的一个论文在当中有做探讨，那这也是目前还蛮明确的关系。另外一个就是对心血管也会有影响，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历过失眠的状态？就是你失眠后，你隔天起来，你可能会觉得有一些心悸的一个状况。另外一个，如果像本身就有高血压的人，应该有印象，你之前有听过医师有说过，就是说，你睡眠的部分就是要早一点睡，早点休息，不然的话会影响到你隔天的血压。因为如果你睡眠品质不好，其实你隔天血压会飙高。那你想想看，如果你长时间睡眠都不好，
你的心脏的功能，心跳的速率一直不断的加快，你的血压也一直长期处于在比较高的一个状况，久了就会伤害到你的冠状动脉，对，因为血管它会没办法承受这样的压力。那这是下面附注的一个期刊的一个讨论。所以其实如果长期睡眠不好的，都会造成心脏病的风险会提高。然后接下来是会增加肥胖跟糖尿病的几率，为什么？因为你睡眠不好的状况，其实你身体在控制血糖的能力会变差。我们今天在吃东西，把营养吃下去的时候，身体要如何运用？就是利用胰岛素，胰岛素会告诉你的身体细胞，就说我们把血糖吸收起来。可是如果你长期睡眠不好的话，你的细胞对胰岛素这样的一个反应，它功能就会减弱，那它没有办法好好吸收到这些糖分，你所有糖分都留在血管里面，那你就长期会有处在高血糖的一个状况，久了就会增加糖尿病的风险。到这里大家都听得懂吗 ？OK， 好。那另外一个是说，我们身体有2个激素，一个叫做瘦素。就是瘦素这个，那另外一个是饥饿肽。好，如果说你睡眠的部分不好，其实你会让你的瘦素浓度会变低。瘦素就是当它分泌出来的时候，它会告诉你身体，就说哦，我吃这些其实我够了，你不用再吃那么多。可是饥饿肽如果分泌比较旺盛的话，它会告诉你，就说你会一直处于在比较容易饿的一个状态。那如果睡眠不好的话，其实你的身体的瘦素浓度会变低，也就是说，其实你没有办法被满足，而且你饥饿肽的浓度会提高。那就算你吃了大餐，其实你也是没有办法被满足的心态。那这样的状态就会容易增加肥胖的一个几率。好，最后一个就是我们之前也有提到失眠对免疫力的一个影响，因为其实睡得越少，你比较容易高的几率会容易感冒。那另外一个，我们之前在讨论免疫力的时候，我们有举出相关的论文，附在这里。这是今年5月提出的论文，就是说，你从疫苗当中获得到的免疫力会降低。那因为新冠肺炎的疫苗还很新嘛，所以这是今年还正在报。可是我们会举，都是同样是属于病毒的疫苗，像是流感，像是 B 肝，像是 A 肝，就是都是属于病毒型上面的疫苗。你会发现，如果说你睡眠时间不足，你产生的保护力是人家的大概1半而已。那这之后，就算你睡再多，也都没有办法补充回来的。所以其实这部分要注意。那最后一个是说，睡眠的部分啊，如果你失眠的状况，会造成身体有个免疫细胞叫做杀手细胞，它是对抗癌症的。那睡眠不好，你的杀手细胞数量就会减少，那你对抗癌症的状况就会没有办法那么的一个有充足的能力去应对。所以失眠对身体的影响，不管是在大脑、在心血管、在增加肥胖或者是免疫力的部分，都久而久之都会占很大的一个关键。那它睡眠不足的坏处是不容轻视的，不要拖太久才去处理这个问题。那我们刚刚西药会怎么治疗呢？像刚刚姐姐有提到，我们就有一些所谓的安眠镇定剂，对不对？好，我们要讨论的是，安眠药是真的能够让你安眠吗？那我们会发现，其实西药当中大部分多是镇定剂或是抗焦虑剂，那就是barbiturate 或是 BCD 这类型的药物。但其实你在它商品名可能是alprazolam 嘛，以 zolam 这样一个字为做一个结尾的。那这是旧型的一个部分。那新型的安眠药就像 Stenox 就是斯蒂诺斯 ，Imovan 就是乙多眠的部分。那这个是比较是真的可以造成睡眠安眠的一个效果。另外一个是镇定剂跟抗焦虑剂。可是不管是镇定剂或抗焦虑剂，或者是新型的安眠药，它都没有办法达到你自然深度，就是你睡眠周期当中自然的睡眠，它会让你就是进入好睡的状况。可是就像刚刚我们提到酒精的部分，其实安眠药的部分，它也会让你的快速动眼期
的一个周期会抑制掉，也就是说你好像真的睡着了，可是你的睡眠周期跟你一般自然的睡眠是不一样的，你大脑还是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修复。那这是相关的论文附注在这。那它有什么副作用？其实第一个是说它们都是由肝脏代谢的，所以如果你肝功能不好，或者是老年人在用药的时候需要注意。但是另外一个部分比较常见的副作用，就可能是说你吃完你会隔天觉得昏昏欲睡，然后会觉得容易疲倦，或者是说会有头晕的状况，这是比较常见的一个状况，甚至会影响到你的注意力变差、反应迟钝。那有些的安眠药，它会造成你在睡眠的当中会容易有梦游的一个状态，对。然后，如果老年人使用安眠药，如果你发生头昏眼花，或者是反应变慢、肌肉无力、平衡感变差，这些的状况都会容易增加你跌倒风险。而且，就像刚刚提到，就是说有些安眠药大部分安眠药都是没办法形成一个自然的睡眠周期。所以有可能你吃的时候好睡，可是你中间会容易醒来。那对于老年人而言，你醒来你又是比较一个就是昏昏欲睡的状态，那你下床的时候又是比较暗的一个空间环境，你会很容易增加你跌倒的风险啊，这是另外一个风险要注意的。那整体就把它归为3类，所以西药安眠药有哪些副作用？第一个就是耐受性。什么是耐受性？就是它有个状态，就是说如果我长期都只吃1颗，久了这1颗就没有太大的效果，就会增加为1.5颗，1.5颗接下来就会增加为2颗，配合其他药物剂进去，这就是耐受性，因为发现它的效果没有像你刚开始使用那么好，这是西药安眠药的第一个状况。第二个会有依赖性，对，什么是依赖性？就是你如果服用这个安眠药的状况，你长期吃了，那久了以后，你就会发现，如果你一旦不吃这安眠药，你原本睡眠的状态会比起你原本还没有用药之前会更糟，因为它会造成一个叫反弹性失眠症的状况。对，反弹性失眠症会有哪些问题？最常见就是你的失眠问题会比原本问题会更严重。那其他的就是心理的一个状态。那有一部分也很常见遇到病人跟我说，就是说我没有服用这安眠药，我就会觉得感到强烈的不安跟焦虑，我一定要吃才会比较好睡。所以我会建议就是说，如果没有经过医师的允许，不要随便的停掉安眠药，因为这个副作用的状况可能会比你原本预期的还来得严重。那我们可以怎么处理？我又不太想吃安眠药，然后可是我不吃我又睡不着。那刚刚又提到睡眠不好的话，对身体又有那么多的副作用，该怎么办？那这就是我们临床常在处理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方式啊，就是其实还蛮多病人在这边借助中医的帮忙。那其实第二个是说，中药它没有西药安眠药的副作用。第二个呢，它也没有像刚刚提到的耐受性，就是像刚开始吃没有效，或者说它也没有依赖性，也不会让你说一停药就突然间很难睡。那另外一个说，我最常做的就是说，可以帮助病人在西药当中做减量。比如说有些病人原本吃2.5颗，甚至减为1颗半颗。甚至连中药后来都不太需要吃，可是这是需要一个长期调理的一个状况。那为什么中药可以达到这些目的？是因为中医它最主要会去探讨失眠的本因是什么，那它是可以治本的。好，我们先来谈，就是中医在失眠当中它的定义是什么？我们有几个名词啊，就叫不寐、不得卧、不得眠。无眠或是少眠，这些都是中医古籍在探讨失眠的一些名词。那其中一句话就是说，大家应该有听过一个书，就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那这是什么意思？就是你白天出来的时候就开始工作嘛，那太阳下山以后，日落以后你就回去休息。
那它对应到中医的阴阳的一个观念就是，你日出的时候，其实你醒着到的状态就是属于阳，那你日落而息休息的状态或睡眠状态是属于阴，你阴阳要彼此平衡，那其实这样你睡眠的状况才会好，你早上起来才会有精神。所以说我们有另外一句话叫做阳与阴交则寐，寐就是睡觉，阳不交阴则不寐的一个状态，好像有一点难懂。那我们再继续看其他的古籍。好，那这里我会举出几个比较常见的一些因素去拿，比如说，那我们看怎么看失眠。第一个是说，如果你有心理因素，比如说，情志所伤，就会影响到你的肝的部分，它就会在做一个所有的我们的五脏六腑在做协调的功能就会减弱，那它就会或者是说也会影响到你会有阴虚阳亢，去让你的心神的部分会一直受到搅扰，这状况就导致你不寐。所以情绪的部分会占很重要哦。为什么会影响到你睡眠不好的一个问题？另外一个是说，如果你心胆俱怯，那你就会遇到事情的时候就很容易受惊吓，那你就会一直做梦。你做梦的状况大多都是比较不好的预兆，可能翻成白话文，就是有些人可能就梦到说我会去考试，我要去演讲，我被追着跑之类的，就是比较不祥的一个预兆。那其实这是因为你的心胆的部分已经有亏损的一个状态。那另外一个是说，现代生活也常见的是一个劳心劳力者的一个状况，比如说我们五脏六腑都有主管一个情绪。在脾的部分，它是会跟思虑有关。可是如果你思虑就是想东西想太多啊，不管是说你同时间需要分心在很多的事物上面，或者是说你对一件事情太钻牛角尖太久，你就造成你的脾血亏损，那就造成你睡眠品质会不好。另外一个是锦约全书有提到说，劳倦思虑太过者，就导致。这不是说你会贫血啊，这是说你的脾血的功能会减弱，那就会神魂无主，会导致不眠。你必须要缺血缺到很严重才会真的有贫血状况，但这里不是指贫血，只是说那个脏腑它在藏血的功能会减弱而已。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饮食不节，这也蛮常遇到的。因为如果说大家有没有经历过，就是说，如果你晚餐太晚吃，或者说晚餐的时候吃大餐，你就发现你要躺床的时候，其实肚子会有点不太舒服，就觉得胀胀的啊，或者说躺的状况，你那些食物就好像快要流下来的一个状况。因为那些其实大餐部分它就属于所谓的痰火的部分，所以如果你太晚吃大餐，或者是说比较重口味或者喝太多饮料，都会造成胃不和，那你睡眠的部分过就不安的一个状态。还有一个就是有在讨论更年期，那不管男生或女生都有更年期哦，这是补充大家一个观念，不是只有女生才有。因为其实当我们年纪随着就是说我们逐渐的年纪越来越大，其实有一部分身体功能就肾水会变得比较弱，那这部分我们会说五脏阴阳调和，心跟肾之间会有做一个调节的一个功能。如果你肾水太弱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去灭心火，那你心火就会不断的一个非常亢奋的状态。那心神很亢奋，就会影响到你睡眠。那另外一个是说，这个是举出就是说比较明显像更年期的一个条文。不能胀燥，他说五脏六腑都是比较燥的一个状况，它就会比较明显呈现，会喜怒哀乐的部分比较无常，而且会一直有不断很想哭的状况。那受欠身就是会不断的频繁的会想打呼，因为他前晚睡眠并没有很好。最后一个是提到年长者也会有，就是说，因为其实我们年纪大后，我们的气水都会比较衰弱，跟年轻人相比，其实是会比较虚的，而且老年人的阴气比较衰弱，这可以从睡眠当中就可以去知道这件事情。那我们刚刚举出到底有哪些，就是说
其实就是说，第一是说情志的部分嘛，心情的部分，或者说不要太容易想太多，劳心劳力，然后更年期的部分也会有影响到饮食的部分，如果不节也会影响到睡眠。最后一个就是说年纪大也会影响到睡眠，这就会对应到刚刚我们最开始前面的图，就是为什么随着你年纪越大，你的睡眠时间好像不断变少，这会跟身体的气血比较虚会有关系。那中医除了这些病因以外，因为其他还有蛮多的，比如说频尿、夜尿或者是疼痛，它都有在相关去做研究，但是因为类别太多，我就不一一举例。我这里要告诉大家的重点就是说，我们今天西医的部分，它遇到你睡眠不好，就是开镇静剂或者是安眠药给你。那中医不是，中医会去探究为什么会发生你睡眠不好的这些原因。那这些状态，我们会根据我们会有非常多的药物去同时处理你、治疗你的本。所以说，就强调重点在辨证论治，你这样才可以对症下药，你才可以真的治疗你的本，你不用吃药的时间才会越近，这样。好，那接下来就是来提到，就是说我们有哪些茶饮跟药膳对你的睡眠部分是有帮助的。比如说，我们今天送的大家安眠的茶包，就是佳味的甘麦大枣茶。那个我们拿到茶包，我会建议就是说，我们按照那个上面的一个服用方式，就是说会建议那个药包不要拆，然后就直接泡热水，那会比较好。那因为照片的状况，我想说把药材拍出来给大家看，所以我把它拆开了。但是如果你真的拆开的话，你就发现这些不合可能会在旁边，你可能喝的时候会有点困难，所以会建议大家不要拆开。第一个就是佳味甘麦的大枣茶，那另外一个就是说会推荐大家可以喝玫瑰花茶。那一钱的部分其实就等于3.7克，所以我会建议说，如果说你是冲泡500cc 左右，就大概是2钱。那这个部分是比较没有问题，不过玫瑰花茶要注意的点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玫瑰花农药比较多，所以会建议大家就是说，如果你真的要泡玫瑰花茶可以，但是你要去，比如说有机店啊之类去挑选它是里面没有含农药的部分，这样在冲泡的时候会比较安全。那另外一个药膳的部分，就是百合莲子汤，对。然后百合莲子汤其实最重要的组成就是百合跟莲子，因为这2味药它是在帮助睡眠、宁心神的部分是有帮助的。那今天设计这个汤其实是比较偏好给长辈使用，为什么？因为它里面也会加上枸杞跟山药的部分，这2部分在补肾气、肾阴的部分也蛮有帮助的。那银耳部分只是帮助它的口感可以再更好吃啊，所以说银耳可加可不加，可是重点就是在百合跟莲子的部分。那它要怎么做？就是当你收集到这些药膳的时候，你先用过滤水先浸泡20分钟，然后接下来你把过滤水倒掉以后，你再加大概500到600cc 的水，把这些药物拆开，然后放进去，用大火煎煮滚以后就转到小火，大概煎煮20分钟就可以了。那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另外一个，就是穴位的部分，有哪些穴位可以帮助好的睡眠？然后我想，小玉主任，我想问我们的茶包还剩下多少？对，大概还有多少包？2包，5包，好。那我想先请2位的 model 来帮我们做一下就是穴位的介绍，好不好？我今天会带来的穴位会比较多，那我会先分为就是说，第一个是说在我们的头面部，接下来是在我们的四肢，就是手或脚的位置。那我们先征求就是头面部的 model， 有人愿意上来为大家就是好，那我们请做介绍。
我准备个椅子给你坐好了。对，你念一下的那个。那因为有些人比较远，所以我会建议说大家看看要不要就到前面，这样你们会看得比较清楚。所以我建议大家可以站起来，顺便活动一下，那我们就往前靠近。之前有3步吗？第四，好勇敢。对，我等下会告诉你们，因为我们就先从一步一步来，我们先从面部开始。对，因为我会借助大概是在这里跟这里发的。对，不过就可能要自己帮我把你的围巾要拉下来，因为大家会在围巾附近的穴位。第一个，我相信应该蛮多人都知道，而且我们之前也有教过。大家还记得百会穴怎么找吗？对，对，头部的哪里？对，头部的中间，没错。这位大哥还记得，我们可以送给他1年的茶包。他头部中间怎么找？就是说我们找到第一个，你先找到2边的耳朵，对不对？2边的耳朵你就把它连起来一条线，那这个横轴你就找到了，对不对？接下来的话，就是我们2眼的眉心这边。对到我们的就是后发际线，这是另外一条线，那你就是这2条线的交叉点，那个终点就是百会穴，所以大概在这里，大概在这里，我就粘在头发上好了，因为头发比较多一点，就大概在中间这个位置，这就是百会穴。对 ，OK， 那接下来我们定位出百会穴以后，四神聪就比较好找，它怎么找呢？它就在。百会穴在这里嘛，对不对？四神聪就是在它的前后左右各隔1寸的位置。1寸怎么找？大家的大拇指立起来，那你大拇指这个就是这里这个横轴，这里就是1寸。好，所以也就是说，来，姐姐大拇指大概是这样。好，那它就是距离百会穴的这里后面这里就是一个点。那四神聪就是有4个点。就是它的前后左右嘛。这个可能要好。所以百会穴找到以后，你就会很好找四神聪，因为它就是它前后左右各隔1寸的位置，就是四神聪。那通常。因为这个位置它可以比较能够促进副交感神经，所以按了以后会很好放松。我临床上在帮病人，比如说睡眠部分在做针灸的时候，还蛮常的，就是当我针完这个，我们就要留针15分钟，因为15分钟是全身经过跑1遍的时间，就在这15分钟内，病人就睡着，而且睡得还蛮好的。那另外一个是说，好，我先一次可以往在各个介绍说每个穴位还有其他什么功能啊？那大家知道风池穴怎么找吗？大哥应该知道风池穴你会怎么找？对对错，我们刚刚也给这位大哥一个那个安眠草，因为他刚刚有指出来，就是说在那个我们会发现，没有，大概在这里，就是说我们的颈项啊，你就往上面找。对，往上找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跟头际交间，就头骨之间有2个很明显的凹陷点。对，然后按的时候其实会还蛮酸的。对，这里就是啊。好。在哺乳的时候在。在哺乳的时候。在这里，在这里，因为这里也是。对。
对，那里才是，就是你往内侧往上走，就发现这里有很明显的凹窝，凹窝按下去会酸，那个就是风池穴。然后我们找到风池穴以后，我们就会比较好找安眠穴了。安眠穴在哪里？比如说，好，看一下，这样好。我们找到风池穴嘛，对不对？然后耳朵啊、耳垂，你对应过来内侧，这里是另外一个叫翳鸣穴的位置，也就是风池穴跟翳鸣穴的中点。风池穴跟翳鸣穴的中点，那这个刚好是在乳突的下方，乳突骨的下方，这边有个凹陷点，这里就是安眠穴。就是这有个突骨，乳突骨的下方，这边就是安眠穴。简单来讲，就是风池穴对到耳朵后面，你中间抓它的中点，这条连线的中点就是安眠穴。OK， 那其实安眠穴按下去的时候也是蛮酸的，酸胀感的感觉。就大概在这里。对，太酸。像就是在这里。对，酸，会酸。所以这就是我们头部的穴位：百会、四神聪、风池跟安眠穴。所以如果真的睡不着的话，我会建议说你可以头部稍微做个按摩。那每次按摩会建议说至少都要5分钟，5到15分钟的效果才会比较好。你可以做个循环，整体而言加起来5到15分钟。就是像如果自己找会比较难找到上面，你可以请家人帮你找。不过你可以先从就是后面啊，再按摩下来。对。中间的部分其实会建议就是说，如果你自己可以很好找的话，当然就可以找到这里。就大概在这个点，你就找到头的中心点，然后你可以前后左右压一下，就大范围的按压。其实多少也都会按到就是四神聪的位置，这样。对。对，然后其实颈项对于自己而言，按摩会比较，你先找到2点的凹陷点，然后就往耳朵的附近去前后去刮，这样你就会按到比较酸一点，通常也会按到安眠穴。好，那谢谢姐姐，我们这里就是头面部的部分。那头面部的部分百会啊，像我们之前有提到说，如果说比如说会头痛啊，或者是说比较疲累的状况，你按百会，它在做醒神或者说补气的效果也是蛮好的。另外一个四神聪，我刚刚有提到，就是说如果睡眠不好的人，通常按完以后就会还蛮好睡。那另外一个是说，我们通常用在考生，比如说考生很需要记忆力，对不对？那四神聪其实它也是，它一个我们也是因为就是说。我们发现，哎呀，这4个穴位可以让他变得聪明，因为他记忆力会提升。所以，如果说想要准备考试或想要变聪明的部分，其实也可以按四神聪。那风池的部分就还蛮早，像我们以前有提到，就是说，如果你肩颈会酸痛，或者是会有慢性头痛，你可以先从风池开始按。那临床上我也蛮常遇到，有些人睡眠的状况不好，会跟他会容易腰酸背痛会有关。那我会发现它的风池穴这个部分也是蛮紧的，其实在让他们松开的时候，那几晚都还蛮好睡的。所以如果说你有肩颈酸痛的问题，也可以合并这个一起按。但安眠穴顾名思义，它就是在帮助睡眠的，就睡眠这个功效才是占最大。那接下来我们会再请另外一位 model 帮我们示范，就是四肢的穴位，有谁愿意到前面带一下我们四肢的 model 吗？那我们请那位哥哥来帮我们当那个四肢的那个穴位的 model。好，那这个部分我们就会改成像是这样做，就面向大家。那可能也邀请大家往前面靠近，因为这样你会找的比较能够明显找得到。
我有点忘记我刚刚说是什么，没关系，我们用别的问号。哦，对，好，首先是老师，我刚刚发现我有做 PPT。好，我们接下来进入就是神门跟内观，还有三阴交。神门内观会一组，三阴交会是另外独立。那神门内观我们这个 PPT 上面有举出一只手嘛，因为它就在手上的位置，所以我们可能要请哥哥，你要不要把那个袖子稍微卷起来？对。好啊，帮我们把外套脱掉。对，袖子卷起来。请老师不要挡到镜头。好，那我们把双手都是这样往外摊开的哈。其实啊，不管是左手、右手都可以哦。神门穴怎么找？我们会先发现我们小拇指这边有一个肌肉，大家去按一下，就是你在小拇指这侧你对应上来到手腕的部分，你会发现这里有一个凸出来的肌肉。那它其实就在这肌肉的凹陷点对到掌横纹跟这条肌肉的凹陷点就是在这里，这个就是神门穴。那像另外一侧怎么找？我们一样啊，这里有小指嘛，小指对上来，这里有一条肌肉，那你在肌肉跟掌横纹之间的凹陷点，这里就是神门穴。OK 吗？对，按下去会酸痛，没错，对。那另外一个就是内关，那内关穴的位置，它会也会还蛮好找的。你看这张图，它是不是这里有一条、两条的，就是一个筋，两条大筋，而且就在对到我们这里，像这个哥哥他的那个手掌这里就很明显，这里是不是就有两条大筋，对不对？这里也有，但这手是比较明显的。那它就是在掌横纹对到这两条大筋的上面2寸。我们刚刚有教大家1寸就是大概是一个大拇指指节，对不对？所以说我从这边去算，掌横纹上面这里是1寸，再上来是2寸，所以它就是在2条大筋之间，然后掌横纹上面2寸，这里就是内关穴 ，OK 吗？好。对，没错，就是在这里，这也是内关穴，对，学得很快，没错。那神门穴啊，它其实也会帮助睡眠的品质，也是不错。另外一个就是，因为它就在心经的穴位，那另外一个内关穴啊，如果说，比如说它不管是心经啊，或者是你胸口或肚子的问题，都可以按。比如说有时候可能会觉得心悸啊，或者是说吃东西吃太多导致肠胃会不舒服的状况，有点恶心，或者是打嗝，或者是肠胃的问题的话，其实在按内关穴也是有不错效果。所以内关穴同时处理到睡眠的问题跟你的肠胃的问题也会有关。像我们刚刚有提到有一个啊，如果晚上吃大餐吃太多的部分，其实然后导致你睡眠不好，你就可以按内关穴的一个状况。好，那这就是手部的穴位，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就是脚部的穴位，叫做三阴交。那像最近其实，因为我们像接下来天气会越来越冷，那我会建议大家就说，其实你在按摩三阴交的时候，你也可以搭配泡热水。镜头不要都拍天花板。泡热水，那其实对于说你睡眠品质也可以再更多的提升。那三阴交因为它是在脚部，我是觉得后面的人可能会比较看不到，所以我们可能
请哥哥换个位置，我们站起来。然后你有点像不好意思，就是如果我脚直接踩到椅子上面可以吗？好，那哥哥我跟你说，你跟我一样这样做，就是等一下我们把脚这样放，好不好？对，大概这样踩都可以。但我们这边的话就是取那个左脚。好，那三阴交它就是说在脚踝内侧的脚踝，我们会看到这里面是脚踝有个高度嘛，对不对？三阴交就是脚踝上面的3寸。那我们刚才1寸就是大拇指那个宽度是1寸嘛？那我们脚踝这里对上1寸、2寸、3寸，对吧？再对上。大概在这个位置，这里就是三阴交。好，也就是说，如果大家泡热水脚的时候，就会尽量说你可以高度再高一点点，大概到这里。那你同时之间，你可以就这边去做按摩。那按照三阴交这个位置的话，其实也对你睡眠的品质也会不错。那三阴交它其实它是我们3条很重要的那个属阴的经络，它会绕过去的位置，分别是肝经、肾经跟脾经。所以你在做这边的按摩的话，你这3个脏腑都会做到一个调节的功能。好，那我就是谢谢你的示范，那我们也准备一个安眠茶包给你。那我这里就跟大家就 OK 了，那就可以了。对。对，我们可以回去了，谢谢。对，谢谢。那这3个穴位啊，像我们刚刚提到，就是说，如果说你肠胃的部分不太舒服，睡眠又有问题，就可以按内关穴。那神门穴就是单纯是，比如说睡眠不好，或者说可能会有一些心悸的问题，也可以按神门穴。那三阴交的话，他刚刚有提到，就说。那是我们3条很重大的属阴部的经络会经过的一个位置。同时间，它其实也是妇科的一个大穴。我们临床上有些，比如说想要备孕的女生啊，或者说月经不调，可能月经延期或怎么就是常常月经会delay的一个状况的女性，那我们就会发现，如果说她还有配合会熬夜的状况。我就常常会下这一针去帮助他的妇科的一个调节再更好。对，好，那这就是穴位的部分。那接下来进入到最后一个的状况，就是好，谢谢。最后一个就是说，如果我们除了西医、除了中医，你自己还可以怎么做？这边 ，OK。那它有12个守则，那我就先放在这边。那我们就先一个介绍。这守则是什么？第一个就是说，你要有规律的睡眠时间。什么是规律的睡眠时间？也就是不论你是平日还是假日，如果你都习惯7点起，你就是不管平日假日都7点起，你都习惯11点睡觉，你平日假日的时候也都11点睡觉。因为我们蛮常遇到一个问题，就是说有些人就觉得说，我今天放假，那我就晚一点睡，再晚一点起来。可是你这样，你会造成你礼拜1的时候，其实你会起来的时候会更困难，因为你的睡眠周期一下子是这样，假日的时候又不一样，它的睡眠周期会被打乱掉。另外一个是说，你假日啊，有些人会想说睡比较久，去补平日的眠。可是那其实是没办法补到平日的眠的，因为你平日当中如果说已经睡不好状态，你假日睡再怎么多，也没有办法把平日的那段就是说已经受伤的一个状况做修复。所以如果我们接下来这12点当中，你只能够遵循一点，你最主要遵循那一点就是第一点，就是你一定要有规律的睡眠时间，不管你是在平日或假日，因为这是非常重要的。那接下来第2点就是说，建议大家要有规律的运动习惯。对，因为其实规律的去运动习惯，你的身体的气血循环调节才会好。但是你运动的状况，不要在睡前2到3小时的时候还在做激烈的运动。就如果你在比如说我晚上10点要睡觉，我在8点的时候去
跑个步，那其实会造成你晚上的时候会更难睡，因为你整个身体的体温会提高。那你身体的体温提高的时候，其实会造成你比较难睡的一个状态，所以不建议说在睡前的2到3小时还去做运动，但是平日要养成规律的运动习惯，然后要远离咖啡因跟尼古丁。问一下大家，如果我今天喝一杯咖啡或者是喝一杯茶，我的有效时间就是体内咖啡因它大概会存在于你体内大概多久？大家知道吗？会存在8个小时哦。所以说，也就是说，比如说，如果我下午3点还喝咖啡的话，这样算起来8个小时有效时间，它可能到晚上11点才可以完全的代谢掉。那多少都会影响到你睡眠状态，因为你这段时间就一直处于在很亢奋。那尼古丁的话，其实就是抽烟、香烟，因为尼古丁它也算是兴奋剂的一种。所以也不太建议说，如果你已经有抽烟习惯，会建议大家要戒，因为尼古丁也会影响到你睡眠。那你会看到有些抽烟的人，其实他们的睡眠时间也蛮少的，这也是另外一个例子啊。所以如果可以的话，尽量不要太晚摄取咖啡因的东西，然后也不要抽烟，那对身体来说会比较好。然后避免睡前喝酒，这就像我们刚刚提到，因为酒精它会有一些状态会干扰到你睡眠品质，会让你睡眠中断，会有夜尿，甚至会造成肠胃不舒服，也会增加呼吸中止症的一个状况。所以尽量不要在睡前喝酒，它只是一个假象，帮助你假性放松，但是没有办法提升你睡眠品质。然后避免太晚吃大餐或喝太多饮料。然后这部分稍微注意一下，就是说有些干扰睡眠的药物，像我们刚刚提到的，有一些气喘的人，他会服用可能不管是吃的或者是说喷的气管扩张剂，那它会造成比较容易兴奋的一个状态，或者说有些降血压的药物，你确定它副作用可能会导致失眠，你可以跟医师商量一下，我可不可以不要那么晚的时候再吃这些药物，可不可以把它时间提前一点？不然的话，这些药物它会影响到你睡眠的品质。然后还有一个点就是控制午睡时间。那还是鼓励大家，就是说，如果今天有你睡眠品质不错，但是你可以在中间会有个午睡的状况，但是那午睡的状况不要超过下午3点。如果你超过下午3点再进行午睡的话，它一定会影响到你晚上的睡眠。另外一个。午睡是不错的啊，可是每次时间不要超过30分钟。你超过30分钟，也会影响到你晚上的睡眠。对，所以要控制午睡的时间。那睡前要放松，这当然很容易。可是现在的人可能生活压力太大，所以说你可能在睡前还在想工作的我明天要做什么计划，还是说有些教会的服事，我明天要干嘛？几点要什么小组，几点要干嘛？那这些实在想太多事情，会建议说睡前的你抓大概1到2个小时，就是让自己放松的状态。你可以听一点诗歌啊，比如说像比较平静版的，就是可能纯钢琴、纯音乐的那个，可以帮助你比较放松。你也可以读一下书或读圣经。也有病人跟我说，他就是在睡前读圣经会比较帮助他好睡，这也是可以做的一个步骤，但是不要。在睡前的时候还一直去规划很紧凑的一个行程，那个一定会影响到你睡眠品质。那另外一个当然就是说，睡前可以泡热水澡，或者说像我们刚刚提到，就是说因为进入冬季，你也可以泡一下热水澡的部分，那也可以搭配那个穴位的按摩，也可以帮助你睡眠品质不错。卧室的部分要保持黑暗，然后温度稍微低一点点，不要太低，但是不要。比如说大概26、27度是 OK 的，那尽量不要有电子产品，比如说不要在睡前你的房间那边还有个电视机，或者说睡前还在滑手机，因为那个电子产品啊，像电视机啊、那个手机啊、平板啊，它都会有蓝光，蓝光会影响到你的睡眠的状态，所以睡前的半小时就是尽量不要再碰这些东西。另外一个是说。像时钟电子产品，在你的卧室当中，你尽量把时钟移到别的位置，不要在你一睁眼你就可以看得到时钟的位置。为什么？因为有些睡眠障碍的人啊，
他就是醒来的时候就看那个时间，他就会因为那个时间点，想说我这个时间点怎么还睡不着，而感到很焦虑。那这样子是会让你的状态更恶性循环。所以可以有时钟，但时钟不要放在你一睁开眼睛就看得到的地方，这样，不然这也会影响到你的就是紧张压力的一个状态。然后倒数第二，就大概第10点，就是说要适当的晒太阳，因为其实晒太阳每天大概30分钟。目前最建议的状况就是说早上的时候，中午前就是去晒个太阳，去做个运动，因为这样它可以帮助体内的激素会比较平衡，你在晚上的时候也会比较好睡眠。最后一点就是说，如果你今天真的已经睡不着了，你就不要醒着还一直躺在床上，你已经睡不着，你就干脆下床去读点书或者伸展一下身体，做个比较能够放松的一个状况，这样才可以帮助你等一下去入睡。不然你一直躺在那边，或者你只会陷入一个比较焦虑的一个心态当中。所以这就是12点可以遵守的一个帮助睡眠品质提升的一个守则。好，那我们今天的演讲大概就到这里，想请问大家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呢？请问有没有数据显示说高血压的人免疫力比较好？目前还没有，但是只有说，如果你睡眠不好，你会提升到高血压的状况，他的血压会比较高。目前是有这个论文，但是还没有那个研究去证明，就是说高血压可能会影响到睡眠品质会比较差，因为它可能当中你睡眠品质比较差，没有太多的一个干扰因素，这两个之间的关系会比较没有办法做出研究这样。所以它目前是有另外，如果你睡眠品质不好，一定会导致你血压会比较高。好，那还有其他人有问题吗？老师，属于品质不好，还是睡眠睡得不好 ？OK， 好，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其实这个在中医这部分有可以去做一个解释。其实我们每个人每天晚上都会做梦，就像我刚刚提到说，我们的周期会有浅眠期跟深眠期。深眠期的时候，其实就是快速动眼期的时候，那段时间就是你在做梦的状态。可是多半的时候，你醒来的时候，你梦境是不会记得的，因为它不会对此造成你太大的一个压力。那如果你的晚上的做梦，你都醒来的会干扰到你睡眠，比如说你睡到一半，你会因为梦境而醒来，或者说你对刚刚的梦的印象还很深刻，或者说这个梦会造成你压力比较大。在中医的定义里面，它会跟就是说痰比较多，或者说胆经比较虚会有关系。对，那这个部分就是影响到你睡眠品质不好。对，就是说你梦境的部分会影响到你中间会醒来，或者是说梦境压力比较大，或者说你很清楚记得你刚刚的梦境，这就是睡眠品质不太好的一个状况。这样，那中医有药物在做这部分的一个处理。老师，老师，我没听。第一个的话，其实这也有可能会提到，就像我们刚刚最前面去评估说，你睡眠品质到底好不好？因为有3个点嘛，第一个就是说你很难入睡，中间醒来超过1次，然后或者是说你醒来的时候啊，你会一直觉得说前一晚都没有好的休息，一直容易处于在比较疲倦的状态，因为这可能多少已经有一些就睡眠有出现问题的一个状况显示这样对。所以第二个说有可能除了睡眠问题，当然可能还有其他的因素影响，这个可能就是要到诊间去做一个，就是再做一个把脉或者评估用药的部分才会比较适当。可是最一开始你可以先注意你的睡眠的问题是不是 OK 的，对，因为容易长期觉得疲累，有可能会是睡眠不好的一个状态。对。对，会。
比较容易感觉疲累啦，对啊，对这部分除了睡眠不好，也有可能会跟肝不好的部分有关，可是这就必须要到诊间再做进一步的一个去评估跟处理才会比较恰当，对，不会。那我们的时间也差不多了，那如果我们现在有同学提问，可以。老师，可以啊，可以。老师，老师，请问一下，前面那个穴位我们都没看到，可以再指点一下吗？有听到吗？可以，现在提问。请问那个前面的穴位啊，我们都没有看到，可以再指点一下吗？这个现在时间上可能没办法去指点穴位。对哦。因为刚刚你都没看到。不好意思哦，因为我们线上的时间呐，所以我们不然那个图片再给我们一下，我们拍好不好？都没有看到。好，那我们等一下会跟老师，就是跟中医师再讨论一下怎么样看。我前面的那个对这个。好 ，OK。好，这个图片我会翻拍。这个图片我会翻拍，然后一样传到群组里面，我们的那个粉丝专页，那你们再看。那现在我们再提供一个，就是你们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请我们的中医师回答，好不好？好，来，还有没有问题？没问题的话，因为我接下来我之前是在桃园仁心堂工作，不过我接下来就是在明年就是1月3号就会在内壢仁心堂工作，然后这是我的诊次班表时间。那礼拜日比较特别，它有个横线是就是2个礼拜一次，因为对的状况，所以说这个是礼拜日比较特别。那另外一个是说，我有创粉丝专业的部分。那如果说大家在这段时间有什么问题，可以透过这个联络到我。那其实你大家应该像很会扫 QR code， 对不对？因为经过疫情1年的一个状况，你们可以扫 QR code， 或者说，如果你有脸书的话，在脸书上面直接搜寻刘心怡中医师，基本上就可以找到我。这样。很好，内壢仁心堂它其实就在内壢火车站，走路出来大概5分钟的距离。对，在我们等一下，对，交通还蛮方便。然后我们等一下会送，就是在场的各位会有一个小茶包的礼物，那里面也会有相关的资讯，是大家等一下离座前不要忘记取你的小礼物，这样好不好？好，那我们今天演讲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我们跟中医师一起拍照来。现在这样，因为之前的医师给我们这么详细，然后这么明确，然后给我配置，连食疗都教我们了。连实体都让我们知道穴位在哪里，怎么按摩。这很好，我们这边多讲，谢谢啊。